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伊朗是驳回美国提出的中东暂时停火计划，家己阁提出5个条件，而且扩大去攻击以色列甲波斯湾的国家。那美国总统川普嘛有呛辩讲，伊朗若是唔接受因提出来这个协议，特别发动地下式的这个攻击。 伊朗透过国家电视台发布家己的计划，其中包括停止杀害伊朗官员，确保袂阁再受到其他战争赔偿，停止敌对行动，也有伊朗行使对荷姆兹海峡的主权。و باطل و هر حق طلب آزاده‌ای تحت تأثیر امواج رسانه‌ای شما اغوا نمی‌شود. 美国总统 Trump 甲记者讲，收到伊朗送来的尤其的大礼，而且表示美国提出15点中东停火的计划，内容是限制伊朗核计划、管制飞弹发展，也有区域安全，才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If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been defeated militaril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President Trump will ensure they are hit harder than they have ever been hit before.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bluff, and he is prepared to unleash hell. Iran should not miscalculate again. 另外，白宫也对外宣布，Trump 会伫5月14至15去访问中国，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若习近平以后也会访问华府。同讲，伊朗对以色列甲波斯湾国家发动更较侪攻击，锁定以色列甲美国伫当地军事基地。以色列虽回应攻击伊朗伊斯法罕地区真侪大军事工业目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